而家先，我等下先慢慢同你解，到最後我先整鬧餐你。嗱，呢個147方嘅，同樣可以跑起身嚟拍，而且南北對流，7米一長嘅大陽台，單獨一戶，入嚟左邊超10個平方，全淨送，3個大廚同時煮9大簋嘅大廚房，147方可以吊打2手220方，零浪費零公攤，可以做5房戶型雙主套3個衞生間。嗱，呢邊打一個公衞。呢邊嘅房間咁大，價一半送一半。嗱，記得關注，記得收藏，記得 at 你需要買書包房朋友。呢個係大一個套房，主人房係可以揼嘅，而且係南向嘅戶型。嚟，跟住鏡頭睇下第二個套房。嗱，同樣係有亮點。嗱，呢個位置送，呢個全飄窗同樣係送。加長加闊97公分係可以揼嘅。嗱，呢個設計師呢，你真係小心啲啊，唔係講笑。你而家搞到咁實用呢，啲二手樓真係好難買啊！小心啲二手業主啊！拍兩下你啊！